歡迎大家咧嚟到專家教路嘅教育影片系列啦。咁我介紹下我自己先，我係維護家庭基金嘅總幹事 Anton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下，究竟當你想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咧，有啲咩方法嘅？只要喺呢個比賽裏邊嘅3個主題揀其中一個參加就可以㗎啦。咁3個主題咧就包括安居、防止虐兒同埋生命嘅。咁喺呢3個主題裏邊，你只要揀一個，然之後咧製作一段唔超過119秒嘅短片嚟參加就可以㗎啦。咁你會話究竟參加嘅時候，咁究竟點樣去理解呢啲題目呢？咁今日咧我就好開心啦，能夠邀請到一位專家嚇。咁喺我身邊嘅呢一位咧就係小小生命機構嘅資深輔導員維珍嘅。Hello， 維珍，係，不如你介紹下自己同埋機構。好啊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小生命嘅輔導員維珍。小小生命咧係一個支援弱勢孕婦嘅機構，我哋都做好多生命嘅教育啦。我哋會去一啲中學啦或者大專裏面咧去講一啲性教育或者生命教育，同學生分享兩性關係啊之類嘅議題嘅。咁啱啦嚇，因為咧你經常會同啲中學生講下咩叫生命價值啊，咩叫生命教育啦。咁啱啦，即係當啲同學咧好想參加呢個比賽。咁咧就諗到3個主題，我想揀生命呢個主題做參加嘅時候，咁你有冇1、2個題目咧去建議佢哋點樣開始去諗呢個題目咧？我覺得同學咧可以透過幾個問題去諗啦。生命咧其實譬如生命嘅價值啦，生命嘅意義啦，我哋點樣衡量一個人嘅生命嘅價值？例如究竟佢係有冇錢、有冇用、有冇讀書，定係其實一個生命本身係好有意義嘅，但係佢係需要被發掘。咁點樣發掘呢個意義出嚟咧？呢個題目係可以思考一下啦。所以諗下點樣揾到生命嘅意義嚇，作為第一個。係啦，第二個咧就係可以去諗下一啲生命嘅力量同埋希望，去搜尋一下一啲生命鬥士啊，有啲人嘅故事啊，係喺困難逆境嘅裏面，佢都可以堅持嗰種生命點樣展現佢哋嘅生命嘅力量啦，同埋個希望喺佢生命嘅扮演住乜嘢嘅角色咁樣。好好啊！咁頭先咧你講要做即係由2個問題開始咧，生命嘅意義啦係啲乜啦，之後咧就生命有冇一啲力量，有冇啲故事。咁其實呢2個都真係好好嘅題目。OK， 如果同學真係想去問呢2個問題啦，咁其實佢哋又可以喺邊度開始去搜集啲資料，去揾一啲素材啦。因為講緊119秒都唔短㗎嘛，咁用好多材料。咁究竟佢哋可以邊度開始去揾呢啲材料呢？最真實嘅個案，你可以去揾一啲生命嘅訪談啦，去試下揾一啲同生命議題有關嘅機構，例如就係我哋小小生命啦，可以嚟進行訪談啦，或者其實坊間都仲有好多做緊一啲唔同嘅生命故事，或者一啲好困難嘅生命嘅機構，咁佢哋因為會認識多一啲比較相類近嘅個案，或者係一啲嘅家庭嗰啲嘅故事，咁可以試下聯絡啦，去揾下佢哋做訪談啦咁樣。咁另外，如果唔係真實認識嘅呢啲人嘅故事嘅話，其實可以譬如有啲電影啦、短片啦、書籍啦。甚至咧，其實坊間都有好多機構咧，搞緊一啲關於生命議題嘅展覽啊，一啲藝術展覽啊、相片展覽啊、故事展覽啊，其實都有好多可以再認識多啲呢啲故事嘅地方咁樣咯。咁頭先你講睇書啊、電影，甚至乎去一啲藝術展覽，都攞到一啲啟發嘅，我相信。我即刻都諗到一啲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。我即刻就諗起有一套電影叫《媽媽的神奇小子》，仲有另一個都幾出名嘅就係叫力克咯，阿 Nick 啊，一個冇手冇腳先天生出嚟嘅男孩子，最後即係去到世界巡迴演講嘅故事咁樣。其實都仲好多啊，我哋都可以即係再搜尋一下咁。咁就可以喺呢啲故事喺啲人物嘅身上啦，最低限度可以揾到一啲頭先你講啦，即係生命嘅意義係啲乜啦，同埋生命嗰種嘅希望啊，點樣能夠展現出嚟啦，係咪？所以睇呢啲都係幫到大家，即係揾到呢啲材料咧，都應該幫到大家去構思呢個演說嘅內容嘅。喺呢個時候咧，不如都請維珍咧分享一個真人故事啊，等我哋一齊去了解下當要將一個
故事去表達啊，去分享嘅時候，可以有啲咩方法啦，係嘛？好啊，我分享一個咧19歲年輕媽媽嘅故事啊，咁佢叫阿 Yan 啦，藝名啦，佢本身19歲啦，讀緊書啦，男朋友係17歲讀緊 Form 6嘅啫。咁當佢發現自己有咗 BB 嘅時候咧，佢哋其實都好彷徨啦，好唔知點算啦，喺度諗啊，究竟係要生佢出嚟定點啦？咁佢嘅屋企人咧，全部人都叫佢墮胎啦，你唔好要啦，因為覺得啊，你哋兩個都讀緊書冇能力啦，或者會影響前途啦，或者係你都冇工作冇收入咧，會影響個 BB 會害咗佢一世咁樣。咁但係呢個媽媽咧，就佢自己好覺得啊 BB 一出現咧係應該係一個生命嚟，咁所以佢最後係決定咧都好努力排除萬難，繼續帶住個肚返學，佢都生咗個 BB 出嚟，但係咧最後係決定交俾領養家庭咁樣。咁佢其實好唔捨得個 BB 嘅，不過1年之後又好奇妙咧，佢收到個領養家庭嘅信啊！嗰個家庭咧係話俾佢聽啊，你個 BB 好健康啊，好活潑啊，好多謝佢當年咧去生個 BB 出嚟，佢哋決定咧會帶佢咧去外國讀書啦。咁呢個 BB 咧其實個生命咧係令到個媽媽都好多動力啊，令到佢自己都覺得啊，其實好有希望，佢繼續佢自己嘅學業，繼續佢自己嘅生活。所以喺呢個故事係睇到啊，究竟一個生命嘅價值係點嚟嘅咧？我哋點樣去定義佢有冇價值呢？所以其實可能都冇乜人，冇乜邊個能夠foresee到個小朋友個將來係點樣，佢當初係咪應該出世呢？咁樣咯。咁係睇到一個生命其實係有無限嘅可能。一個好感人嘅故事嚇。咁亦都從你頭先咁樣演繹一個故事啦，都睇到你啦，當去演繹呢個故事嘅時候，背後諗緊嗰啲頭先你提嗰啲問題啊，即係生命嘅價值啦，生命點樣展示佢嗰種希望出嚟啦，咁啊非常之好嘅。咁啊嗱，去到呢段短片嘅尾聲啦嚇，如果邀請你分享最後一個秘訣啦，一個 tips 啦，即係為各位同學仔你準備呢條片，又諗住係講生命嘅話咧，千祈唔好忘記呢個 tips 嘅話，咁呢個 tips 會係咩咧？可唔可以同你講下？我諗咧帶住一份好奇心咯，係啊，去聽一個故事，去睇佢究竟發生咩事，去帶多啲好奇心，去問多啲問題，去揾多啲資料，去睇多啲仔細嘅地方，你會發掘多啲嘅意義同埋價值。再一次咧，多謝維珍嘅今日接受訪問啦，咁亦都鼓勵鏡頭前面嘅同學仔啦，你睇完呢幾條專家教路之後咧，快啲開始喐手啦！咁咧就上去我哋網站啦，同埋參加呢個比賽嘅。咁仲有1個月左右嘅時間俾大家準備嚇。咁我哋喺3月開始就會收集參賽嘅作品㗎啦。咁所以請大家快啲開始收集材料啦、定題目啦，嚟到參加呢個比賽啦。咁大家可以參考即係去到呢一個大會比賽嘅網站咧，就會知道所有嘅詳情㗎啦。希望嚟緊呢個比賽能夠見到你咯喎。OK， 好，咁我哋一齊講，拜拜。拜拜。